再来看，针对美国对顶关税冲击，基隆、双北市、有桃园、甲新竹县市、甲苗栗七个县市首长，嘛串联要来讨论应用的办法，要来协助企业取得中央的资源，减少影响哦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表示讲，这礼拜就来召开基北桃四县市的会议。桃园市长张善政嘛亲身来出席行政议会，来反映业者的需要。台南市政府嘛表示讲，会来整理受到影响的农产品甲传统的产业，要来协助辅导业者开发美国以外国际市场。美国总统川普初三关税政策出来，唔那震撼全台湾，尤其面对8亿开盘的股市震动，互民众真惊吓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已经组成影响美国对顶关税跨局处应变小组，切切率队拜会产业了解需求，也主动敲电话予基隆、新北、桃园3市长，决定这礼拜开基北桃首都圈4市长会议。团结是当前唯一的正道，很多企业反映。他们被暂停订单、撤单，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轮休、无薪假等等。台北市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其他县市，共同交换意见，拟定很多各项，包括短期上工的计划。蒋万安也看到基北桃各项招商会受冲击，发声出来去也协助企业争取外资。新北市是强调会严守物价稳定，个别严防企业滥用无薪假甚至大量裁员。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，除了基北桃平台对接，同时联络德德苗首长，联手维护桃德苗科技龙台的发展。现在正是我们桃竹苗大溪谷推动启动的重要时刻，4个首长一起把这个地方产业所面临的困难能够会商一下，谈出比较具体的方向。我们主动来跟新竹科学园区还有中央来去做一个联系，那保持相关畅通的一个讯息。那针对中央目前提出了880亿的相关的一个补助计划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优先盘点相关受冲击的产业。南部县市同款唔敢大意，尤其台湾的五桂鱼甲蝴蝶兰，拢是以美国是上大出口市场，台南阁是全台上大产地。市长黄伟提强调，以协助辅导业者开拓美国以外国际市场，确保台南中小微型企业的命脉。包括汽车零组件，包括其他的产业，其实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。地方也协助他们去参加美国之外的一些公际居展，有些展览费用我们可以帮忙他们出一部分。总之，要 MIT Made in Taiwan 的这个品牌能够擦亮。黄伟提也有告会同时动用地质有备金，全力协助台南产业都会。即马各县市振动起来，都惊川普的37%对顶关税会冲击产业的经济发展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